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初八透早要出门运动时阵，却伫咧徛家门口，互人开枪弹死。这送病院抢救有关救无回来，警方也锁定一台轿车追查。不过下晡查到时阵，已经把这车放火烧掉，枪也拢放火烧掉，证据是拢毁掉啊。 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初八早起5点45分多要出门爬山，准备出车时，突然冲出一个查甫人，近距离对林树杰连续开枪，伊当场倒伫涂骹失去生命现象，紧急送医急救，伫6点40分宣告不治。林树杰查某囝也是台南市议员林依婷随后赶去殡仪馆配合检方上验。 最近有接到有人没有，一切都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正常，爸爸的作息都很正常，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发现11颗弹壳，且经本署检察官会同法医相验林姓死者后，发现死者颈部、胸腔、肩膀、手臂均有枪伤。 初步研判，死者颈部及胸腔中弹为致命伤。随后，警方伫案发2.5公里的所在发现犯案用的车辆，甲亲像作案的枪支，验过已经放放火卖枪支。监察人员详细采证，无放过任何线索，研判凶嫌有无犯案，再经将押林树杰生活。初步来看是说是改造，但是我们不排除，因为。 这个也有可能是，就是还是要进行由刑事局来做鉴定之后，才能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今天早上听到这个2号，我觉得其实心里面蛮震惊的。那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管他的身份是理事长还是一般民众，我觉得都不应该他们的安全都应该受到政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求警察局尽速来侦办。 林树杰过去捌参选南区甲安平区的市议员失利，后来改推查某囝林依婷参选本届市议员当选，家己也转换跑道参选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成功当选。地方正常的人面真好。本届台南市议会议长选举，涉及区里的贿选案，更加是互人议论。另外，安怎会互人枪击身亡？警方当日积极调查厘清林树杰甲他人的文犯，追查枪手甲犯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